花不弃。你在叫谁呢？我叫柳青梧，不知姑娘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叫猪猪。第一个猪呢是朱唇皓齿的猪，第二个猪是珠圆玉润的猪。怎么样？我的名字好听吧？柳姑娘，你好像跟那位长青公子关系很好啊，你能不能说说是怎么认识的？其实我跟长青一开始的关系并不好，直到有一次，我的胸口被他中了箭，我们一起滚进了地洞，他要为我疗伤，温柔地撕开了我的衣服。那一次，我们……也就是说，长青公子已经看过也摸过柳姑娘的身子了，那他会对你负责喽？长青嘴上不说，不过我知道，他不会不管我的。我在他府中住了很久呢，他每日对我嘘寒问暖，府上上上下下都知道我们已是一对。那他何时会娶你呢？他现在公务繁忙，无暇他顾。我猜他眼前的事情忙完之后，他应该就会娶我了。公务繁忙啊，看来这长青公子的身份不一般啊。不知柳姑娘是哪户人家的小姐，配得上长青公子吗？我乃是明月山庄庄主，你说配得上吗？明月山庄庄主不是柳明月吗？原来姑娘知道明月山庄。不过朱姑娘的消息有些落后，柳明月刺杀长青被官府缉拿，在长青的帮助下，我已是明月山庄的庄主了。他帮你当上的庄主？正是。他可真有本事，能帮柳姑娘当上庄主。长青真是好能耐啊，能让一位美人对你如此死心塌地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跟他只是朋友。是吗？我看他并不这么觉得。他的想法我控制不了，但是我跟他没可能。看来长青应该心有所属了吧？长青，你和周丫头认识很久了是吧？我和朱姑娘认识不到1天，但仿佛认识很久一样。还想瞒我？我本以为朱丫头对你好，只是想把我给气走而已。但是青梧姑娘出现，我发现朱丫头是真的吃醋了。可见她绝对不是第1天认识你，所以你和朱丫头肯定也不是第1天认识。朱丫头喜欢联谊课，你武功又不在我之下，又号称侠义之士，我看你就是联谊课吧。东方公子还真是高抬我了。我也想做名动天下的联谊客，只可惜武功不行。听闻联谊课能够10剑击发，我看我这辈子都没可能了。你不想承认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有指望你这么快就能承认。但你对周丫头动了心，我就留你不得。东方公子，即便你杀光了所有的情敌，你也得不到一个女人的心。哼，我这个人最怕麻烦，就是不喜欢很多麻烦围绕着周丫头转。反正以后她会是我的人，至于她的心，终我一生只对她好，我就不信感动不了她。她迟早有一天会爱上我的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当然是聊长青兄和这位美人啦。
长卿艳福不浅，听说这样的美人，在西楚州还有10来个呢。哦，东方公子年纪不大，耳朵也不好，记性也不怎么样。我何时说过这种话了？东方公子，长卿是我见过最洁身自好、坐怀不乱的男子，你为何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污蔑他？他这张嘴啊，一天不占人便宜就不舒服。对不起哦，夫人，是我得罪了。没有10来个，就10个。时候不早了，再不早，太阳要出来了。出发吧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驾！驾！驾！怎么了？我这2天身子一直忍着痛，刚刚在湖水那儿清洗的时候，发现我的伤口已经感染恶化了，身子也不太对劲，现在脚也抬不太起来，恐怕不能骑马了。朱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总是有些不方便。你是否愿意和秦武骑同一匹马？好呀。柳姑娘，坐稳了，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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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又怎么了？柳姑娘，怎么好好的，你却向前把自己栽下马去了？明明就是你故意让我摔下马，我推的，不然我受伤，还是我自己摔下马，让自己伤得更重吗？明明是你自己摔下去的，王八蛋才推了你！你笑什么？算了算了，你跟我同骑一匹马，还有半个时辰就到客栈。把伤养好了之后，给我立刻回去。东方使，你不是神医吗？还不赶紧帮柳姑娘看看，说不定她立马就能走路了呢。这种时候你才想到我啊，朱丫头。还是你没有把握，不确定能治好柳姑娘身上的伤。我怎么可能治不好呢？是她身上的伤已经太多天，恐怕毒血已经流遍全身。我身上没有药材。各位，我们还是赶路吧。或许到了下一间客栈有常备药材，我便能帮柳姑娘配药诊治。朱丫头，你不怕长卿太忙啊？我中暑了不行啊，我也不能再骑马了。中暑了呀？喝点水吧。你这水袋子没洗干净，一股子泥沙味。怎么会呢？朱姑娘，喝点水。怎么样，好点没有？
好了就好，你就是做我的马。那怎么行？走了。哎，驾！长青，周姑娘很像花不弃，你是不是对她动心了？对，我是对他动心了。可我不会放弃的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朱丫头，你这么在意长青，她应该就是联谊课了吧？驾！几位客官，里边请。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呀？准备好4间房。好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该不会是黑店吧？常听说书的人说，沙漠多黑店。我前2个住的也是黑店。这位客官，你可真会说笑。这小店儿离西楚州不过数十里，可不敢开黑店。只不过呀，最近听闻这西楚州要剿匪，怕这城里有杀匪的眼线传出消息去，所以啊，只准进不准出。这小店儿啊，生意才不如从前了。那就要3间房吧。行，这丫头害怕，我和你一间，保护你。想和我同间房，除非你变成女人。哦。不过你这辈子啊，当然是当不成了，最多做个太监吧。这丫头，你心情不好，嘴就这么损啊？4间房。哎，好嘞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让人把你们店里常备的药带过来。我们有个千金小姐受伤了。好嘞。几位请跟我来。几位客官，这店里的药啊，全在这里了。没你事了，下去吧。好嘞。这还行。别担心，柳姑娘可真是情深意重啊，撑着一双病腿来找长青。沙漠里环境恶劣，随时可能因为感染多重疾病而病发死。啊，柳姑娘，你可知道这些？我也略通医术，我知道。好一位痴情女子。东方石，治个病你说这么多废话干嘛？你能不能治？能，但是我得先配药啊。你们2个在这里做什么？没你们的事出去啊，免得我配药治病的时候分心。你就不怕我趁机逃走？不会的，有柳姑娘在这里，长青是不会跑的。如果长青不跑，朱丫头你可会跑？如果我治好柳姑娘的病之后不见2位，可不能保证我会对柳姑娘做些什么。你放心吧，我就在客栈里哪儿也不去，请东方公子好好替他医治。你才放心吧，天底下没有我东方神医治不好的病。算你们识相。小二，哎，客官，那，你在这个房间门口守着，要是有人出来，你就大叫，说是我让你在这门口候着的，问他有什么需要。好。哎，
放开我！你跟刘清武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什么原因让堂堂东平郡王对他如此温柔体贴、无微不至？没说清楚，你别想抱我！不起，我早就想这么一直抱着你了，都快想疯了。你不要岔开话题。你知道我来之前是受了皇上的密令，要我来调查碧落天一事，而这碧落天的事情和明月山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刘清武又是一个突破口，我只能找他合作。就是合作而已。那他为什么对你态度这么亲密？真的只是合作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对我有别的情感，甚至愿意飞着一条胳膊来求我。他为我身受重伤，我不能置之不理啊。所以你就对他有了私情？不起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。没有。你刚刚省略了很多细节吧？柳清武重伤之后呢？你们是不是一起滚进一个山洞里？你还看了他的身子，还摸了他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我必须帮他处理伤口。为什么要帮他处理？为什么不让他就这么死了算了？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杀我九叔的凶手？你明知道我有多恨他，你还要跟他合作？我看他亲密的喊你长亲的时候，我真想杀了他。不起，这一切都是他的一厢情愿，我没有对他动过剑。好，那你别理他了，现在就带我走。东方氏还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一时找不到你的。不行，他现在身受重伤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客栈里。你还是舍不得丢下他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是明月山庄的人，你难道不怕他当初救你受伤都是苦肉计吗？他是柳明月的眼线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？如果在山洞里我没有救他，他就已经死了，这怎么可能是苦肉计？你跟他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，让你这么相信他？我这一路走来，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其实，当时他杀你九叔，也只是奉命行事。你真正的仇人，其实是柳明月。你再说一遍。我现在就去杀了他。不去。你怎么不躲呀？以你的功夫，要躲开我不是很容易的吗？面对你，我躲不了。不急，等碧落天的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们就一起归隐山林，做一对闲云野鹤，逍遥自在，不问凡尘俗事，可好？谁要跟你归隐山林啊？朱武的欠银还没还清呢。我帮你还。到时候不仅要做闲云野鹤，还要儿女双全。每日归家时，你们都在门口等我。有儿有女，你就当不成闲云野鹤了。他们每天吵你，还不够你烦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有想过，我没想过。
东方公子，没你事，下去。青梧没事吧？啊，长青啊，朱丫头呢？朱姑娘在房间休息，我担心青梧，所以前来看看。柳姑娘状况不太好，她身上多处受感染，虽然我已经控制住她的伤势，但不知道何时会再复发。今晚恐怕得有人守着她才行。只要挨过今晚，便能痊愈。如今，也只能是我来守着他。若有问题，随时喊我。方式肯定是故意让陈玉半夜守在柳青梧的房里，来气我的。他们现在在干嘛呢？柳青梧如果半夜挑逗陈玉，陈玉把持得住吗？不行，我现在捋不过去，不行。陈玉如果坐怀不乱，我现在过去，不就显得我小气，不信任他吗？他要是和柳青梧再卿卿我我的，我岂不是要气死了？不行不行，睡觉睡觉。柳姑娘，我已经帮你治了伤，你是不是应该报答我呢？我想知道你口中和周丫头长得很像的那个姑娘，之前和长青发生了什么？你身份不明，而且我能感觉到你对长青的敌意，所以我不能告诉你。你倒是条忠犬，不听也罢，省得我听了心烦。不过，你想要的是长青，我想要的是朱丫头。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合作吗？没事吧？我去给你找洞府。这丫头，这么早，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是担心柳姑娘，还是担心长青？担心就去看看吧。谁担心他们了？我是急着要赶路，他们又待在房里不出来。这样吧，我正好要去看看柳姑娘的伤势，不如你跟我一起过去。走。
长青，柳姑娘可好？我。多谢昨日东方公子的救命之恩，长青昨晚陪了我一夜，刚刚睡下，还请两位可否先出去，不要打扰他。抓他！抓他！你没摔伤吧？他就是连一克吧？听不懂你说什么。那个长青一肚子坏水，他三心二意，奸诈狡猾，怎么可能是连一克？你真是翻脸比翻书还要快。昨天他是侠义之士，现在就变成奸诈狡猾了。难道不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说的都对啊，不哭了。我渴了。这里离西楚州应该不远了，我送你过去吧。抓头，抓头！哎呀，也不枉费我跟了你们那么久。那丫头早在你水袋里下药了，知道你们早晚会出事的。这么水灵的姑娘，要是送给头领，头领一定会喜欢。嘿嘿嘿，来吧。我去给你找东方公子。长青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昨夜发生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昨夜，应该是东方使给你医治时在床边下了手脚。你先把衣服穿上，我去看看。小二，哎，公子，这间客房的人去哪儿了？这个房间的客人，今天早上他好像很生气的跑了出去，与你们一块同行的那位公子呀追上去了。他走多久了？
大概有半天了。多谢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是你把毒粉撤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承认。但是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你现在给我马上回西楚州，此事我不会再追究。猪猪就是花不起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爱上他，你们是兄妹。你在莫府灵堂的事，在京城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。你们要是在一起，你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她不是我父王的女儿，所以我们不是兄妹。张谦，张谦，不可能，你一定是骗我的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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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敢用蒙汗药，敢掳走女人和银子，要不就是昨晚那间客栈，要么就是沙匪所为。客栈底细我早就查过了，不可能是客栈，那肯定就是沙匪做的。敢动主意到本公子头上，要是我找到他们，肯定将他们碎尸万段。你想怎么找？沙匪在沙漠中肯定有探子，先抓1、2个让他们带路，要是不带，就杀了他们。1次不行就2次，2次不行就3次。我就不信所有的沙匪都不怕死。上马，就朱家的要紧。驾！驾！驾！庄主，现在整个西楚州的人都知道这个柳青梧跟东平郡王搞在一起，而且啊，以前效忠你的人大部分已经开始效忠他们了。我看属下不如带几个人偷偷的把他给杀了。你以为明月山庄这么容易让你溜进去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柳青梧也活不到现在。那咋办？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明月山庄一口一口的给吞了呀！急什么？等青岩的伤好了，我自会让他回去假扮柳青梧。到时候真真假假，明月山庄那些叛徒也搞不清楚。青岩再将柳青梧身边的人支开，削弱他的力量，一举将他杀了。庄主，果然好计谋。只是青岩的伤势恢复的比我想象的慢许多。我去看一下。诺。头领，我给你带来一个美人回来，你可一定要赏。庄主，你他娘的放屁！老子让你干嘛去了啊？让你去放风，盯着商队。你可倒好，给老子抓个丫头来！老子是好色的人吗？滚！对不起，头领，我这就走。哎，行了，不用在我面前演戏。你们以前什么样，难道我还不清楚吗？男人就没有一个不好色的。别搞垮了身子，坏了我的大事，否则我要了你们的命。不敢。庄主，慢走。头领，你来，头领，看看怎么样？还合不合您的胃口啊？行了。
你们是谁啊？哟，这是呢。这小姑娘还挺镇定的啊。一般的小姑娘见到我们沙匪，早就吓得尿裤子了。沙匪？你们是马大胡子的人？这小姑娘居然知道我们头领的大名。哎，今天你见到真人了，你眼前这位正是我们的头领，大名鼎鼎的马大胡子。大叔，哎，今儿个这事儿干得漂亮啊！回头老子给你记个大功。多谢头领。你现在去门口给我守好喽，任何人不让他进来。去吧。他娘的，还是匹烈马，老子喜欢。你想不想100万两？我是江南司马家的小姐，你要是肯放我，我可以让人给你100万两。老子瞅你这身打扮，顶多是个丫鬟吧？你能给老子100万两？哎呀，你没听说书的人说过呀，这富家小姐出门在外都是像我这样小资装扮的。你若是不信，你去问刚刚把我捉来的人啊，他肯定从我身上搜刮了不少吧。沙鼠，哎，你刚刚抓他的时候，从他身上搜出了多少银两？啊？寨子里有规矩，你自己单干的钱，寨子不要。说吧。银子没多少。银两是没多少，但我包袱里那2包金叶子，你肯定拿了吧？那可值不少啊。丫头，老子这2年虽然在这儿，但是江南的事，我还是知道一二的。我知道江南有一个朱家，一个宋家，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口中的司马家。我们司马家专门研究赌术，不常在江湖中走动，所以名气不大。马头林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查查呀。不过这100万两，可以办多少事，买多少马，您不会连这笔账都算不清吧？好，老子姑且信你一回。只要100万一到手，老子保证把你安安全全、完完整整的送回去。你要是敢骗老子，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地方，叫做白骨窟，里面关着的可都是一些不听话的家伙。小姑娘，你不想进去吧？别吓我了，再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。哼，沙鼠，哎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好嘞，走。哼，100万两。来，过来，哎，过来这儿。你老实在这待着啊，千万别想耍什么花招。我现在双腿还在发抖呢，哪敢耍什么花招啊？不敢就好。哎，老实待着啊。哎，沙鼠大哥，跟我一起那个人，你把他杀了吗？哎，我只负责打探情报，埋伏在沙漠里，看看有没有过往的商队，偶尔抓1两只像你这样落单的肥羊。杀人这种事儿，我可不干啊！哎，你老实待着吧啊！哎，那他在哪儿啊？我见他身上有功夫，我怕他中途醒了，我对付不了，就没带回来。老实待着。哎呀。